满你，你们可以彼此来祝福哈，前后左右。我们要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在这时候，在这时候，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在这时候，在这时候，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再次来，在这时候，在这时候，在这时候，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在这时候，在这时候，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更深来敬拜他。在这时候，在这时候，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在这时候，在这时候，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弟兄姐妹，当事情在谈的时候，我们开口来祷告好吗？我们先预备我们的心，求主来充满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人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真理，愿你的灵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再次来敬拜、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愿你的灵大大浇灌在你的会堂，在我们的当中，在你的圣殿里面。愿你充满在你的子民的身上。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从头再来。在这时候，在这时候，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在这时候，在这时候，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一起用这一些的经文来提醒我们献上感恩跟悔改认罪。我们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哦，因为你所敬拜的神是怎样，是能够安慰，特别是能够是怜悯、赦免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弟兄姐妹，你所认识的神是这样吗？当他在慈爱当中他赦免我们的罪哦，
所以我们提醒我们不隐瞒我们自己的恶。昨天我们的士林传道娘我们是位老师蒙主恩召在昨天凌晨所以这位神也是安慰扶持，也透过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彼此纪念的神所以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祈求神来涂抹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过犯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的施恩怜悯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是因着你的慈爱，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因着你的慈爱，所以我们可以能够来享受因着你的怜悯所带来的释放。主，我们感谢赞美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的灵就充满在你的圣殿，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主，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你的怜悯，所以我们才能够站立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不让罪过胜过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付上代价，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释放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路。谢谢主，也赐下你的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或者是真理来敬拜你，让这些的亏欠罪恶远离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恳求主的医治释放我们一起来透过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一起用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我的心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其实大卫他提到一个他的胜败在乎谁。那我们也邀请主在我们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我们的全人弟兄姐妹，你在祷告要祷告对那邀请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那按手在你身上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你需要我们牧者同工为你来祷告祝福你就不要害羞，真的，我们大胆的坦然无惧来到主圣的宝座面前，是可以得着他的恩典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各方面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如果你需要，你就起来敬拜他，来享受在他的同在里面的恩典跟释放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需要，你就站立起来为你们来祝福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宣告，在你的宝座上是有怜悯，是有医治，是有释放，是有供应，是有带领。主你太丰富了，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让我们真的是明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需要有神的医治，需要有神的释放，需要有神的供应，需要有神的带领。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所以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一同开口同声祷告的时候，主你说我们同心合祷告，你必垂听；同心合祷告，你必应允。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谢谢主，谢谢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因为你是掌管万有来
赐给你的子民，你调动万有的资源赐给我们。谢谢主，当你查看我们的需要，你查看我们的内心，也知道我们的胜败在乎你。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在乎你，我们的盼望在乎你，我们的力量也在乎你。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有认知，我们真的需要你。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谢谢耶稣，今天早晨透过这样的祈求，从你施恩宝座赐下你全然的这样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为来主日来守望哦。我们都是什么代祷的勇士哦。你的祷告神垂听。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来，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弟兄姐妹，这个神，这个上帝哦，这位上帝是你呼求的时候这样应允哦，给你有权柄哦，让你站在各个破口当中来守望来祷告。你如果成为基督徒，你知道你是有权柄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给你的权柄能够改变我们周遭的一些的环境跟给你有影响力。我们为了个人跟神之间不断的连结，你就不断的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跟同在今天校庆主日祖母节，或者是阿卡贝的领袖小组、同学会医疗关怀，神透过教会，透过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他施恩的管道跟出口。所以愿上帝来赐福那这一周也有祷告见证会就是弟兄姐妹他们分享他们生命如何经历这位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为了儿童来祝福，为了儿童牧区兼顾这些父母成为美好信仰的榜样，祝福我们的主责长老区长，还有这些的同工们他们充满神的爱、神的能力来祝福，让孩子从小就能够有好像大卫的智慧充满在他们身上。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可以为这些孩子祝福，每一天穿戴属灵的军装。主啊，奉你名你的救恩做他的头盔，公义做他的护心镜，真理当他的腰带，脚穿平安的福音做鞋还有什么？信德当他的藤牌、盾牌抵挡。然后呢，最后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要让他能够可攻可守不要小看这些孩子大卫年轻的时候，孩童的时候，人家看轻他，但是神就充满他，神就与他同在所以这些孩子将来要成为强大的这样的神的军队，要能够面对这个黑暗的权势，他们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来为他们来祝福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的敬拜主要充满你的能力，充满你的同在，因为我们的胜败在乎你。主啊，我们全人在乎你，我们所有的恩典、慈爱、怜悯都在乎你。主，我们奉你的名来举起手来为这些孩童来祝福。主啊，你喜爱孩童来亲近你。主啊，谢谢你你喜爱这些孩童来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就成为他们的智慧，成为他们的力量。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要将今天早晨的敬拜、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来赐福。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的圣灵就运行，充满在你的圣殿，充满在我们心里。谢谢主。谢谢耶稣，因为你的同在使我们有平安，因为你的同在使我们有盼望，因为你的同在使我们有能力。
谢谢主，我们奉你名来为这些儿童牧区来祝福。当他们这些同工愿意摆上，然后为这些家长、为这些孩子来祝福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你充满在撒母耳充满在大卫身上，充满在约瑟身上的智慧，就要大大充满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也让这些家长们知道成为好的榜样，成为信仰的榜样，能够成为怎么样教导这些孩子能从小来敬畏你。谢谢主，将你的话语就充满在这些孩子的口中。我们也要一起用主你教导我们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引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靠着神蛮有能力，阿们吗？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蛮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阿们吗？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我一起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你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的永留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还有我们的神是没有能力的神，让我们再次来敬拜他，让我们用掌声来敬拜他。让我们拍手来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永留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在你。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永留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我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是永留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耶稣是蛮有能力的神，哈利路亚！阿门。让我们靠着蛮有能力的耶稣，我们都得胜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做得胜的宣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他。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宇宙火柱带领，甩开不幸，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做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再次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在做得胜的呼喊。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让我们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再次盼望跟能力，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来了，我们靠着耶稣蛮有能力的力量，我们都得胜了，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掌声、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神主耶稣，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就得胜了，就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但是不要让我们因为这样的得胜而自满，让我们还是可以像大卫一样来依靠你，因为他是靠着你的力量才可以得胜的。求耶稣帮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让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是我的避难所。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主，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时刻，我们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的心掌权。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不再坚持我们自己的方式、力量。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灵里面，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每一句存在我们心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命定。让你的话语改变我们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心意。谢谢主，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谢谢主，因为你的话语带有生命，带有盼望，带有安慰。今天早晨的敬拜就在这时刻，我们邀请你来在这边掌权，邀请你在我们的全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掌权。谢谢耶稣，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主，谢谢你，愿你赐下的圣灵现在就开启我们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真理就帮助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有简报笔帮我拿一下。好，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有吗？好，如果没有，那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周报的消息。好，我们下个礼拜是圣礼典哦。那求神来赐福我们，让我们与主同舟的时候他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这个礼拜六会有小会所以请我们的小会员还有已经报名受洗的4位弟兄姐妹来到501就是礼拜六的8点，501教室会议室来问道理。那我们的你看，我们带敬拜的同工，我们需要更多，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哦。所以你对这样的一个敬拜很喜欢，而且有负担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如果你有愿意这样的一个委身可以跟立柱长老来接洽。弟兄姐妹，我们要庆祝我们社教57周年，还有新堂的装修落成。我们预计在10月30号主日上午9点半，我们要举行献堂的感恩礼拜。当天就上午只有一场的礼拜，我们会到隔壁，所以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家了那我们当天在那边欢庆我们会有现在在征求 T 恤的设计那有这样的一个 logo。那到8月31号截止，因为我们时间蛮赶的。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到9月11号前，我们向小组长来报名并登记 T 恤的这个尺寸。那下面应该有摆出来那你可以去试穿看看你的型号。那一天来的那一天只有那一天那一天来的，我们一个免费赠送就是这纪念的 T 恤1件。超过那一天就要用购买的跟你的旁边说那一天来有赠送 T 恤还有很多好康的所以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下来吧好，那这第2场会颁发这个白话字的基础班，他们要学台语，就透过罗马拼音白话字一起来学习不同的语言领受，那个领受就不一样那是在第2场会颁发。那今天华语礼拜完会到文昌公园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咨询我们有这些的医师同工。如果你有兴趣的，也可以参加等一下会在1楼牧师祷告祝福他们就出发。
这个礼拜3是有祷告见证会哦，弟兄姐妹把你的生命见证写下来哦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个礼拜3是第4区。好，我们下午1点半到4点会有室内的运动会啊，教会的1楼跟你的小组长报名哦。那我们邀请亲子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是有影片哦，来，要活就要怎样？感觉如何？要活就要动了哦。可是很开心。运动好玩吗？好。运动让你感觉如何？很累但好玩。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累吗？不累，不累。感觉如何？很高兴。累吗？累哦，不会，但是很有元气。很有元气。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好，这是今天我们有室内运动会不会太激烈了也不会太轻松，好吗？让我们要活就要动嘛好 ，OK。好，那我们最近清溪国中也邀请我们要进入到学校用社团来开办我们有鼓舞班，还有这个武力全开了，然后就是有这个热舞社热舞社这样。那我们有老师在指导也要培养一些年轻人进入到校园来服侍。所以你家如果有喜欢跳舞的这一些的子弟年轻人请他们来报名那帮助他们他们如果这样的一个电力没有地方发泄就让他们来跳舞，你会发觉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棒，好吧？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那我们也昨天早上凌晨我们士林长老娘就苏伟老师他蒙主恩召安息主怀目前定于9月9号9月9应该对吧今天下午会有治丧那就是在中秋节的连假的前一天礼拜5那一天是放假所以时间还没有定时间大概我们今天会谈是12点半或是1点因为安放的地方平安园比较远一点，所以为这一些遗嘱来祷告，求主来安慰他们失去亲人的哀伤。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读2遍，一起来。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再一次来。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透过奉献，你能够成为蒙福的子民；透过奉献，表达对上帝的感恩；透过奉献，祝福这个城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表达出你对神的感恩哦。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圣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英雄侧翼曾负重，都因为主一生救了大事。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英雄侧翼曾负重，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爱的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不管疫情如何，你时时都与我们同在，并且丰富的供给了我们的所需，让我们一无所缺。奉主耶稣的名，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疫情的期间，不管是否有受到病毒的搅扰，都能保有凡事谢恩的心。当他们向你献上感恩时，求你丰盛的恩典向他们显现。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挪去生命中的一切重担，主必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的身体，丰富供应他们的所需。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身心灵都兴旺蒙福，生命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回想过往的时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感恩。从过往走到今日，若不是你的看顾与保守，我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平安与幸福。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献上了小小的金钱、时间与才能，求主悦纳。我们将奉献按着公义使用在教会的事工上，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间一切平安，依然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你是蒙恩的子民，你是蒙恩的子民，请坐。我们是蒙恩的子民，蒙恩就是将各样的好处要赐给你的啊。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这一段期间，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17章41到54节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17章41节，一起来。那非利士人开始向大卫走来，替他拿盾牌的人走在他前面。当他走近，看清楚大卫的时候，就藐视他，因为大卫只是一个双颊红润又英俊的小伙子。他问大卫，那根杖是做什么的？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吗？于是他指着自己的神明诅咒大卫，向大卫挑战说：来吧，我要把你的尸首丢给飞鸟野兽吃。大卫回答：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但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手里，我要打败你，砍下你的头。我要把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上主不需要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他战无不胜。他要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歌利亚开始走近大卫，大卫迅速地跑向非利士人阵前应战。
他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石子，用投石器向歌利亚甩去，石子打中歌利亚的前额，打破了他的头盖，歌利亚就脸朝地倒了下去。这样大卫没动刀，只用一个投石器、一块石子，就把歌利亚打败了。大卫上前踩在歌利亚身上，从歌利亚的靴里拔出刀来，把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和犹大的军队在后面追击，呐喊赶杀他们，一直追到加特和以格伦城门。非利士人死伤遍野，沿着撒拉因的路上，一直到加特和以格伦都是。以色列人追击非利士人回来以后，掠夺了非利士人的营地。大卫带着歌利亚的头到耶路撒冷，把歌利亚的武器留在自己的帐篷里。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特别在每一个时刻，你有没有抓住每一个时刻哦？那是胆怯的还是勇敢？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跟歌利亚较阵的过程当中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胆怯还是勇气？我们看到歌利亚的身上是嚣张还是谦卑？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个时刻，弟兄姐妹，你我一起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学习，到底今天上帝的话要向你我来说什么？一起来祷告。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要得到自由。主，你的灵来开启我们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战胜恐惧的帮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在22号在台南有杀警案嘛，对不对？凶手非常的残暴。从他的名字，我相信林姓什么武就信他自己哇！那我们看到他是逃狱嘛然后可能为了一些事情，等一下我们透过影片，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凶残的杀警案引起的人神共愤那我们也看到政府很快的这些警戒很快的就怎么样去抓捕这样的一个嫌犯，也把长久一些隐藏的问题来彰显出来那最近也有2个已经逃狱好久的那因为这样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社会需要更多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看这段的影片，就是在抓住这个嫌犯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影片，不知道你有没有振奋你的心那个声音可以大一点这个嫌犯在凌晨的时候到新竹要下车。他杀了警察大概2个这个涂姓跟曹姓警员，他们总共被杀了55刀了加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凶险真的很凶残他也夺走了警枪也沿路的时候缺钱就去抢劫我们看到他这个杀警的时候家属很气愤，说在杀警的时候还怎样就好像很嬉笑这样嬉笑
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一个在对阵的过程当中，这个巨人歌利亚哦，他也是很嚣张哦，在对着以色列军队哦，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全以色列军队几天啊？大概40天哦，没有人敢出来应战哦。以前的征战哦，是大概是1对1这样哦，然后你派一个将领来，我派一个将领出来两军这样对战哦古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这样的阵势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出来应战的非常的重要哦，那个会鼓舞士气，或者是让整个士气被挫败。今天我们就看到强敌歌利亚哦，在这样长久的校正当中，然后每一天出来骂，每天出来骂哦，然后最后看到大卫，他更是嘲笑轻视他，你们都没有人了，就派了这个小孩子出来要跟我应战。但是我们看到在全以色列军队都在惧怕的过程当中，只有大卫他说我来哦，那扫罗就看他这个孩子哦，你可以吗？他就宣告说，我平常就训练有素，我平常就面对这一些的狮子熊野兽哦，我怎么样去征战？他说了一句今天很重要的关键，说我杀这些野兽在乎的，我所依靠的就是这位上帝。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你在你人生的胜败其实在乎的是什么？上帝有没有与你同在？有没有帮助你得胜？你看歌利亚不是很强大吗？你知道他身高多少吗？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来看哦。那大卫他在平时训练有素，他在被轻看，然后在牧羊的过程当中，撒母耳就在等他来，然后才膏抹他，就是他。在这个时刻，他预备好了，他被上帝使用，所以他来到扫罗王那边，来到整个军队在恐惧害怕的这个时刻，他挺身而出，他说：“我来。”你来，你也没有刀，也没有枪，不然我这副盔甲给你，但穿下去就怎样，走不动了。全以色列除了扫罗王跟约拿单大概其他人拿的可能是木棒、锄头，或是其他的，没有，他们没有刀没有这一些的武器但是我们看到非利士人的军队看到歌利亚他的装备，我们看到了就可能不敢应战了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台湾可能的武器跟中国他们有那么多的武器，看了可能一般的民心就会害怕。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胜败的关键在乎谁？在乎上帝所以我觉得在我预备过程当中，透过这段经文也是在激励我们的心面对强大的这些威胁，天天在叫嚣，跟今天的经文不是蛮相似的吗？对不对？歌利亚每一天就出来，你是都没人你们都不敢出来应战吗？每一天就叫嚣，每一天就恐吓，但是没有人敢出来应战吗？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我们的胜败在于上帝手中，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在歌利亚的身上，在非利士他们的阵营里面，他们的气势，他们原本的心态是怎样？我们看到这个歌利亚他大概是身高3公尺3公尺300公分哇！所以你要看他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就好像小朋友，然后看到我们当中最高是谁？市政长老，对吧？
小朋友，然后看这个巨人歌利亚，你看到他是怎么样？傲气凌人哦，看到他是目中无人，也目中无神。你知道，在他跟大卫的对话当中，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一见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歌利亚讥笑大卫，手拿木杖，好像来赶狗，并且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他叫战说：“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歌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其实我们看到在歌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在他的生命里面充满的骄傲。在箴言的18章箴言的18章里面有提到18章的12节败坏之先必有什么？骄傲。尊荣以前必有什么？谦卑。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战从2个人身上看到什么？败坏之先，从歌利亚的身上看到那个骄傲。骄傲是败坏的起点。所以箴言18章的12节一直在提醒我们：你有势力吗？你有很大的强大的力量吗？但是这些都不是你战胜的一个关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从歌利亚他身高大概近300公分他所带的装备，你看大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装备盔甲重几公斤？57公斤。他的铁枪头也将近7公斤。那大卫呢？他拿了什么武器？他没有穿盔甲，因为穿下去就走不动了。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好像我们跟对岸一样，比下去真的不能比。但是我们从士师记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多少场战役？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看到神怎么样使他的子民得胜。我遇到一位姐妹，她心情很不好。我刚就是礼拜5去对面然后买晚餐的时候，就看到她吃完然后走下来，然后看到我，然后我就叫她某某某。她说：“牧师，我很惊讶因为我口罩都戴着，那个头发都遮到剩下2只眼睛，你既然还能够认出我跟他聊，他心情非常沮丧，对转换的工作充满了恐惧。我提醒他，这位姐妹，你难道不知道你里面的比外面还大吗？你里面的上帝比外面你所面对的恐惧、不安还大吗？你所面对的这些困难，这位上帝不比他大吗？虽然我们可能渺小，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些挑战、这些的敌对者是那么强大，他又充满了傲气，但是关键在于他目中无神。上帝在这场战役，在你的人生战役是占了关键胜败的关键。所以我们看到傲气使人败坏。我们看到他单靠他的势力，上帝的话语在撒迦利亚书4章6节也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什么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怎样方能成事？再一遍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怎样成事？所以在这边提醒我们，透过
大卫他所面对这一些的困境，全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出来敢应战，就是他们看见他们的恐惧比神还大，他们看见他们生命的挑战比这位上帝还大。弟兄姐妹，那这是你所认识的上帝吗？如果这样，挽回你过去这样的一个敬拜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口中说出你来，你所宣告的，你所运用的是靠着你可能57公斤的这些的盔甲来保护你，靠着你拿着枪头，你看那支枪头就重了7公斤，那整支呢，我们看到他腰间还带着刀，靠着这些刀枪，让以色列全军队就是战栗恐惧。但是唯有这个小伙子人讲青梅安怎，唔惊请出生之犊怎样，不畏虎了但是这个都不是他主要，他主要是靠着上帝与他的同在。所以这边提醒我们，他一看到大卫，你们怎么派这个年轻人出来，孩童，然后长得俊秀，长得红润好看，这个人可以打仗吗？所以他叫目中无神，他就开始轻视他。你出来要受死了，你出来要怎样啊？我要过去那个布袋戏的说，我给你念头安怎？你都没有看念头起给布安那你知道就把你的头摘下来，就是喂鸡啦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在展现出我的强大的气势，这个跟每天跟对岸不是在秀他的肌肉，秀他的飞弹，然后这几天又在怎样就在福建沿海在做军演嘛，就是我就是要恐吓你让你吓破胆了，对不对？那我们台湾也不是省油的灯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但是还是有人很惊惶恐惧，我们应该要和和气气的跟他们谈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可以祷告真的让我们的领导者、我们的文武百官认识敬畏上帝那透过这样，我们看到歌利亚他靠的就是外在，靠在他的身高，靠的他的才能。其实人很胆小，你不要看说他很高其实有时候他内在有好多这些的恐惧只是不敢让你知道而已第三，我们看到歌利亚，这也提醒我们，你不要依靠你自己如果这样的话，会错失良机你到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歌利亚当两军校正，他骂了40天，他骂了多久？然后今天又出来骂，骂完之后，赶快要起身的时候，发现怎么样？他不知道怎么死了，对不对？突然有一颗飞弹飞过来，对不对？同意吗？是飞弹吗？对不对？我们看到大卫就拿了石子他平常训练有素一颗光滑的石子就击中他的前额，他都还不来不及近身，因为那个1对1就是近身肉搏战嘛，对不对？当他来不及的时候，他已经面倒下朝下死了，他没有机会所以败坏之先就是有骄傲，所以他已经那个失败的迹象也就是显露出来了。今天提醒我们，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真是要心存谦卑。弟兄姐妹，这个也是为我们要从歌利亚的身上再提醒我们不要未战就先败了不要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你要懂得你的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你一个事业开始，或是一个昨天我们美英姐妹的儿子开那个手机包膜店就在那个宏昌6街那边我就提醒他要敬畏上帝无论大小，主必是我。敬畏上帝才能够吃劳碌所得的不要事业一开始，然后忙了
然后就忘了神。我为了业绩，但是失了良机，失了你亲近上帝的机会。岂不知道上帝将美好事物赐给你吗？他掌管万有的资源，万有的这一些资源，如果你敬畏他，他调动万有资源为你效力。所以我就提醒他，昨天好多人去了，60几个。我说是你的关系吗？还是靠爸靠妈的关系？我说你要靠你自己的关系跟神建立。神要透过这样，用昨天就开始，哎，来粉丝页，请你们按赞，好不好？哦，但是当按赞的过程当中，我说那要评论什么？因为我都还没有开始，我也没有让你包膜过或是什么样的维修过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最重要是神在这个里面，神在这个殿掌权，那是最重要。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可能你成为一个劣势者，但是也能够成为一个优势者。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大势已去的歌利亚，他因为没有神，他的神是假的，他目中来就是亵渎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所以今天他会失败，是因为他目中无神，他目中无人，他的傲气，所以他失了先机，失了良机。所以我们看到未战就先败。今天我们来看到大卫的身上，我们从这2号人物里面，因为一场战争的校正当中，一个很嚣张跋扈、盛气凌人，可能我们充满恐惧。但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胜败在乎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平常预备好自己。10月又快到，我们又要选长子了。弟兄姐妹，预备好我们自己，让神来使用。这个大卫啊，他平常他就被派到野外，神透过这些后把塞球，透过这些的野兽，成为操练他，让他能够每天在赶这一些的野兽的时候，1次不准，2次不准，给你这个工具，你试看看准不准。如果你平时没有操练，没有学习你可能没有办法。上个礼拜2，我们的领袖小组，我就让这一些的小组长、这些区长试看看。我不知道我们每一天有没有在听迦南之声，有没有？可能没有。但是你知道我们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就让这些弟兄姐妹操作一下，怎么样操作机器。好，我让他们选一段的经文。预备1至2分钟就好，所以他们就开始写哦。如果你有听那个片头音乐就出来，所以牧师就会先做一个示范，然后就开始操作。他们看我们牧师们操作的好像很顺利，你知道我们操练多久？我们有这样的操练，有时候还是稍微会失误，忘东忘西，但是经过慢慢的操练，就驾轻就熟。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然后操练的时候，牧师你在旁边帮我推这个推那个好吗？你在旁边帮我。我说你们先操作看看，等一下我们来看问题出在哪里好吗？所以我就将这些步骤告诉他们然后片头音乐、背景音乐就推出来，你还要同时要推什么那个麦克风，然后要把那个片头。这背景音乐的钮把它推好，然后结束的时候，要下次再见的时候，片尾音乐又继续进来，然后那个背景的音乐就要把它关掉，然后麦克风又要把它关掉。哇，他们都说不太简单了。我说不会啦，1次2次操练完之后，以后你就可以成为 YouTuber， 你就成为网红，可能你可以开一个不一样你的专业来开一个节目，怎么样做手工馒头，怎么样做你把你的专业展现出来，但是这些都是器具。我们看到大卫怎样平常操练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就在那个时刻，当他还没有近身跑来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决战的也都是靠飞弹嘛，对不对？你还没有来得及，已经败亡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对扫罗说：“陛下，我们用不着怕，那非利士人，我去跟他打。”他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是因为什么？平时他练习，对不对？在你的专业上，在服事上也是一样。牧师，我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我说来，我们一起来学。学完你就会了，学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我们在看到什么尊荣之前，必有什么谦卑啊？跟你旁边说，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啊。所以我们谦卑一点，神的能力就赋予在你的身上。不要因为你有高的学历学识，因为你好像看起来好棒，不要看这些，要看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大卫他被父亲轻看，所以派他出去野外。这场重要的宴席，高某王的宴席，只有他哥哥出席。这个对，那个对。撒母耳说这个就是那个，上帝说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还有一个。今天如果你够谦卑，神就提升你，尊荣你，因为他目中有神，所以他的谈吐举止当中，他的说话，他都把神搬出来，有没有？你靠着你的刀枪，你靠着你的才能来打我们、恐吓我们、攻击我们，你靠着你们的飞弹多来恐吓我们。但是我们如果领导者、我们的全民百姓知道说，我们靠的是这位全能的神，掌管万有的神，那我们就不惧怕。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从一个劣势者如何成为一个优势者。他没有什么武器，从身高，从他的装备，他根本就是一个劣势者、弱势者，不是吗？有时候你被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弱势者，但是你看看你里面，如果你是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优势者。所以弟兄姐妹，反观歌利亚，他是当时候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个霸主也好，或者是一个战士，勇猛的战士。但是两军对战还没有开始，他就宣告，大卫就宣告说什么？我靠着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来跟你作战。他把他说的话回应回去，你要把我的肉喂养这一些什么野兽，这些飞鸟，我一样，但是我靠的是不一样。所以这边的关键就是一个劣势者，如果你懂得邀请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告诉文贵兄的儿子建家说，你知道吗？手机包膜我们斜对面就有了，对不对？你如何能够做出你的特色？今天你开展你的每一个事业，不同的工作，如果你有你的特色，人家巷弄美食，我昨天讲了一个，哇，谁能够在晚上12点到凌晨6点去吃沙西米生鱼片？谁啊？但是在台中就是有一间半夜排队200-300人，我看到那美食节目，哇！有一天想要去试看看，如果休假的时候半夜开玩笑，头壳都派了，对不？但是就是巷弄美食，你知道吗？如果你有你的特色，但是最重要是，我有神的同在啊！不管你在别人看起来多么弱势，多么的竞争，神就要提升你，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劣势者，因为神的同在，所以他能够怎样成为优势者？我们一起来读来。大卫回答：“你来打我是用刀、用矛、标枪，但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他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他告诉歌利亚说：“我倚靠的我的后台老板是谁？我的资源是哪里？”开玩笑，如果今天你敢对你的对手讲：“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蒙恩的子民。”你喜欢打羽球吗？最近我们看到有一场世锦赛、世界锦标赛我们的这个弟兄周天成小天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他也打不看到他在受访，他讲什么就觉得前面自己没有表现好吧，然后其实在15-20，我就把一切交给神，就说不管输还是赢，我就是放手，然后我把我一切能做的，我就是把它做出来，不管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我相信上帝，对，所以我就一分一分。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神就是带领我进入那个状态，然后每一分这样子的去拿，不管对手变换什么节奏，然后都能够知道这样。所以我觉得100%是上帝做的，就是不是我做的，就是因为我因着相信上帝的缘故，上帝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对，所以荣耀归给神。OK， 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小天他在第5次进入到这个世锦赛男单前8强，已经拼了台湾的纪录但是在26号他夺得了铜牌，写下了台湾男单的纪录。而且他本来应该如果从球技来看这个那个价值球员，就是单日最好的好球应该是那个印尼选手，但既然就是颁给他，所以那一天他登上世界羽球精选的单日最佳好球。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也破了他自己的纪录，打破了台湾的纪录那他最后他说，如果没有上帝帮助他，不可能赢。他已经落后太多了。他看起来是一个弱势者、劣势者，但是竟然他说：“当他心情平复，他依靠上帝，他就靠着上帝，然后打最后这一段。反而我们看到他超前他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好，所以他把自己交给这位上帝的时候，不管输赢，他就是放手，让上帝来接手。所以我们就看到。”每一分每秒让他追赶着对手，然后最后他赢得了胜利。他相信100%是上帝帮助他，不是他自己所以他最后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样的人可以掌握先机如果可以看完整的影片你可以回去看如果你喜欢打羽球，我想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激励从那种劣势，从那种不大可能，从那种有很多的限制当中，我们看到他掌握了最后这些的机会，然后出奇制胜，连对手都傻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的制胜之道。就是他用自己熟悉的方式，然后他手里拿着他平常已经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他所用的这些器具。神要让你自己透过你的恩赐来服侍他，来帮他的子民在敌人的面前。什么是你的敌人？可能是你的内心的惧怕，你的工作，或是某一个人成为你所恐惧的。但是今天如果神要使用你，在圣工上面，在各样的事上，神就会提升你不要忘记，这位神是赐给你掌管万有的这样权柄的能力，所以你不要小看你里面的这位神。所以今天透过大卫，他如何能够掌握先机，他如何能够制胜，只是靠着一颗光滑的小石子。当敌人还没有靠近你的时候，你已经制胜，你已经掌握了先机。今天神也让你心意更新的变化，你就可以掌握什么是好的，
所以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里面就提醒我们，更新变化的灵，使我们知道我们倚靠了神，然后你说出来，你所做出来，人家就看为合乎中道。今天神也要使用你，在你敌人面前，他也要像为大卫摆设宴席一样，为你来摆设宴席。弟兄姐妹，看清这个小狮子，歌利亚只看重他的铜戟、他的刀枪，但是他忽略了神透过大卫平时的操练，飞弹多可怕！你知道，这小小的，你知道乌克兰为什么会存在到现在不会被打败？就有时候靠着小小的一个武器而已弟兄姐妹，今天神在你的身上也有什么可能看起来小小的恩赐，但上帝就是使用你，能够带领人来归向他。上帝就使用你，能够战胜你心中的恐惧。上帝就使用你，尊荣你，因为你够谦卑的话，因为你够信靠他的话，神就在你的位置上要尊荣你。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些的武器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小小的一个恩赐，那如何去操练它？我觉得我们牧者们在做这些的学习，就是每一天去操练它。上帝的话语也是一样，每一天你就去听，每一天就去听。你在你的专业上，神给你有够多的这一些的反应，这一些的更新的灵在里面，你就会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夹缝当中走出一条神要赐福给你的道路。小石子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一旦要决定这些的关键的时候，它却成为一个致命的武器，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当他挑选了5颗，只有用1颗就把敌人打倒了，他没有刀，没有枪。今天你觉得你是劣势者吗？如果神有与你同在，你就是一个大能者。我们要一起来看见神的全能，如果在你的身上，你就不一样，你就会蛮有能力。神如果能够让你在平时预备好、操练好的时候，在一旦关键的时刻，神就使用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不要轻看你可能年老年轻。今天下个礼拜好几个要受洗，都是这些年长的小组长带领，然后陪伴他们感动了，他们要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蛮有能力的主要与你同在，他的能力要充满在你的生命。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来大声一点，来，在你里面蛮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我这一起来宣告说，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着有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勇敢站立。来，大声来拍手来。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我这一起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
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神有约。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神有约。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拍手将荣耀归给这位胜败关键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看自己的恐惧，不看自己的困难，因为有你同在。你比外面的这些困境、恐惧还大。谢谢耶稣，如何让大卫这位看起来是年轻被轻视，但是你的大能大力却充满在他身上。今天你的子民在这里，面对他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恐惧不安，神把这样的能力权柄交在他们的手中，让他们靠主得胜，靠主能够胜过他们心中的这些的恐惧。愿你施恩赐福，愿你的超越万有的能力权柄同在。愿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权柄。愿天父上帝永无止境的慈爱。愿圣灵感动你们，安慰你们，扶持你们能力，从现在开始进入到你们的生命当中，与你们同在。你们要靠主刚强壮胆，靠着他所给你的力量，凡事都能，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好，让我们这次用蛮有能力这首诗歌敬拜赞我们的主。好，让我们从头来唱。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次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哦，带着神给你的能力平安平安的回去哦，祝福更多人。我们彼此来请安，请坐。